游生震耳欲聋，2艘陆上战船同时出发，抵达终点之后还得要攀登绳梯，再由双方旗手拼速度抢下成功战旗，斗志高昂，看谁能够抢第一。这就是客庄12大节庆的抢成功，今年迈入第10年。陆上战船是模拟当年国姓爷郑成功登陆击败荷兰人的坚毅精神。要推1000台斤重的战船，竞跑100公尺，考验选手的耐力、速度还有敏捷度。融入客家应景打拼精神，国小组先登场，希望客家不忘本的精神从小扎根。讲了太实际啦，如果认同，即係認同嘅同行啊，用喺客家文化，能夠啊永久嘅傳承下去，所以呢，呢一班嘅活動啊非常的有意義。游戏规则很简单，但是意义非凡。因为921地震，国姓乡灾情惨重，要抚慰心灵，乡民动起来，才设计了抢成功的活动。学生们来参加有很深的感触，可以跟团队一起出来参加这个比赛，就是也可以增进彼此感情这样。这样的活动强调团结合作，也要大家别忘了客家坚韧不拔的生命力。能够发挥人家的体力、耐力、毅力，达到最后的一个成功啊！各公司的绕境祈福彩街，也让围观的民众目不转睛。绕境队伍绵延2公里，也希望为国姓乡消灾祈福。明年刚好建国100年，客委会打算扩大举办抢成功，希望办得更为国际化，让世界各国的客家乡亲都能共襄盛举。三太子热闹开道，8家将威风凛凛，绕境祈福，惊天畏地。客庄抢成功，不忘坚毅精神。客家节庆里遇见感动时刻。